上個星期一個廣州嘅姊妹咧揾我哋同佢定咗一個嘅生日吊墜，佢咧就攞咗個紫水晶葫蘆，然之後咧我哋藝華咧就負責出圖同埋鑲嵌，成品真係好好睇啊，好高級嘅紫啊，非常之通透，做成呢一個設計嘅話咧真係好精緻。一整個葫蘆咧我就提供咗咧同佢做成一個嘅蠔箱全包箱嘅設計，咁樣去鑲嘅話咧會顯得比較大體。但係個咧嗱，你睇下圈嘅話咧，全部用咗嘅我哋嘅冰花閃石嚟做鑲啊，所以咧鑲完之後咧一整個咧非常之高級，同時咧好精緻啊！喺近呢一兩年啦，紫水晶咧真係好深受咧姊妹嘅中意。我覺得日常我咧戴紫水晶嘅話咧，亦都係對我哋女性嘅話咧，亦都好好嘅。咁如果你話中意大體一啲嘅，我覺得呢一個嘅橢圓嘅鴿子蛋嘅呢個造型咧，佢就會比較咧大氣一啲。咁如果你話中意小巧一啲咧，可以揀嘅平時嘅呢個姊妹嘅呢啲葫蘆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嘅。咁你屋企嘅話，如果都有水晶或者有其他嘅要鑲嵌嘅，都可以嚟揾我哋藝華噶。48年老鋪，銀色夠靠譜，好嘢唔走寶，點個讚再走啦！